靚唔靚？你知唔知呢個叫靚？靚到咩啊？靚到暈啊！笑，靚到暈喎！算都唔合作嘅，你哋靚到暈咁好笑，都唔笑。咁我呢個就係成個 show 裏邊，成個 show 裏邊其中一 part 我最驚嘅，就是我最害怕，因為其實我是巨恐高的，但是因為今天有你們的愛和支持，支不支持我？因為我飛上來，我就跟你們更接近了，好不好？好好拍喲！我要飛了，來開始。來 ，Hello。接下來的這一首歌，我很喜歡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做任何東西，無論是工作或者是任何東西，我們莫過於需要有希望，有希望就先至可以實踐我哋嘅某一啲嘅夢想。好啦，所以以下落嚟嘅呢首歌係《奇樂你為思回信》。